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类嘅节目。今日大家都小解嘛解咧，小解手语。手语其实佢係一種獨立嘅語言哦。可能頭擺大家冇人熟咯，不過第一下大家好熟咯，因為大家看新聞嘅時節，就係記者會啊、辯論會嘅時節，都做得看到手語先生讀順頭直接來做翻譯。今日分享嘅故事非常嘅精彩哦，大家來分享啲今屆裏邊嘅係呢個鄧麗芬先生分享。安子說大家好，我係鄧麗芬。耶，分享。老師是這樣嗎？對，就是從你心裡面迎接他，發自於內心，內心分享。老師，你剛才有覺得我很有誠意嗎？是，對，你的表情到位啊！真的嗎？那我再來一次分享。老師，歡迎老師。今日大家都分享起講的是手語兩件事情。說到手語，其實公司採訪我嘅經驗，也跟我的記憶，小時候是因為看五燈獎哦，很久了哈。對，很久了。透露年齡，對不對？是。其實那段時間。很多人也是因為五燈獎，勾起他們學習的動機。對，而且嗰種時我看嘅時間，我就講過，哇，他們怎麼可以手語從跳舞嘅 Q 跳到按獎？對，他們是有很多舞蹈動作的設計。那個時候，就說當然我們要的沒按好按的啦，不過。那也是一個動機，帶動了大家學習的風潮。我講過可以幫大家看認識，其實手語的這個語言的存在，畢竟大家那個時候還沒有這麼的熟悉。不過根本一唱欣賞的都鴉片，我來講手語，其實我們就先講，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。你看，一按究其實因為全球疫情、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，所以當個下豬頭2點鐘嘅時候，大家就會看個記者會嘛，看記者會嘅時間。大家就發現，不管我們先從給就是說大家怎麼說，現場一定會有一個手語翻譯的老師，所以我們節目一開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很難的詞，就大家最近常常講的詞——新冠肺炎，用來避好，其實講到要新冠肺炎哈。而先來講下手語，手語它其實有很多是圖像的表示，對，還有它的意思，那圖像你看我們的新冠病毒的那個圖像，你看一個演員了沒？哦，個旁邊有動到按呢觸角一樣的按呢，所以我們的新冠病毒，人家的手語做按呢大哦，就會按呢大，大概有好多嗎？有，又係新冠病毒，剛人家都講肺炎，好，肺就係人家的肺部這個動作，它就是一個肺的圖，在這個地方。對，肺炎我們也會借到那個字，它是火，兩個火，對，兩個火，或者是我們會用叫做病，生病，比如說你的肺生病了，對，也可以，對，所以我們這樣整個打起來，你可以說新冠病毒，它。感染了這個肺生病了哦，這個用解釋的方法也是一法。所以其實為什麼會一開始就先問老師新冠肺炎怎麼避？除了是最近大家很關注的，你搜尋那個字有沒有？電腦搜尋，這是大家很關注的。我們說名詞新的詞彙，我覺得對欣賞愛用講，大家有發現嗎？其實公司才發手語它是一個圖像。我剛剛根據老師這樣解釋，像老師剛剛講病毒，對，這個對我來說，因為公司才把眼音是給時間，其實它是病毒的長相，對，圓圓的，然後上面有那個有那個對，像觸角一樣的東西，所以這是一個圖像。是。對了，老師剛才有解釋啊，比如說肺，然後或者是肺的圖像，對，我就發現說，其實給公的黑圖像，給公的黑形狀，它講的是意思，是對不對？對，其實我們的手語大部分來自它的圖像還有意思。對，所以我們講手語叫做視覺的語言，就是你要去看那它也是圖像語言。對，那所以老師講到圖像語言的時候，大家就會有一個發現嘛。我們在記者會的時候，大家都戴口罩，但是手語翻譯員就不戴，手語老師不能戴口罩。大家會知道，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老師為什麼？因為手語除了手部的動作以外，其實
脸上的表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其实如果说我们的表情不到位，或是说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表情让人家看到，其实有时候打起手语来，其实会有不完整的感觉。是，会有不完整。那所以我们在如果说你看我这样子，那我跟你打手语，你只看到我2个眼睛，你看不到我整个脸，对，所以它的意思是不到位的。会不会老师会不会是因为有些动作其实雷同或差不多，可是因为你要用表情来做辅助？是没有错。比如说，你看，像我们说，我举个例子好了。好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们举这个例子是好。比如说这个例子，一般我们说它叫做还好，还不错，因为这个是很棒嘛，我不是赞。对，这个是不好，对，不好哈，往下就不好。所以这样子大概差不多，还好，还可以，还不错。对，如果你看我的表情，如果你说我说，这老师。这是很不好吧？对，就是还好啦，很勉强。如果我说，哦，很不错哦，老师这东西好吃吗？哇，很好吃，很不错。老师这家菜好吃吗？还好。对，所以他的表情其实是手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真嘅大家要學習到，因為以前我哋手語，可是我唔哋嘅表情按重要，我就第一個，其實手語老師在必給時節表情很豐富。就是我以前只會覺得說，哇，怎麼老師的表情這麼豐富，有意思。不過其實公司才發，它只是不是豐富而已，它其實是它的表情是另外一個語言，它是語言的一部分。對，為什麼這樣說？因為其實老師在做整個手語翻譯，在比手語的時候，其實它有很多的要素，就時常講就5要素。對，我們像我剛剛打這個手語，是它包含了有手型。对手的形状，对，是用这个还是用这个，还是用这个还是用这？对，它的手型，还有它的位置，就说这个手语我要放在什么位置？对，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多位置，有这个位置、这个位置、这个位置、这个位置，很多位置，还有我这个手语。手型位置，它的方向，方向可能给手指头要朝哪一个方向？朝上还是朝下？方向，还有一个通走，通走，嘿按呢，也系按呢，也系按呢，比如来讲，也系按呢，好，由左边往右边画一个弧，还是按呢？它的动作都不一样，是呀，就怀孕，这个是天空，所以它的位置手型一样，但它的位置不一样，我了解，它放的它的动作不一样，对，手型一样，位置不一样，它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，对。那我再想举个例子，比如我说，我们同样的一个手语，对，可是你放在不同的句子里面，它其实意思也不一样。是，所以你看那个手语翻译员一直打，哇，为什么他们一直讲，他都可以一直打？其实手语它千变万化，是，它很多复合的东西，是它是不是用文字来去思考的？是我懂老师的意思。熊前面有意思，简单来讲，哪个理解就会，比如说新年快乐，你并不是打新、打年、打快、打乐，你按我个意思，那个新年快乐4个字独立结合就是新年快乐，也是跟我新年快乐的那种感觉，那个意思。比如说，我们有2种方法来说这个新年快乐，是，比如说我们说，因为小朋友会过年的时候会玩这个。玩枪哦，你有没有经过这个时候？我说玩枪，好像是我很老，已经步入年龄。这个是玩那个枪，有没有？以前小时候，像我们都会拿着一个手枪这样子玩，你们没有？老师，你说是像竹筷子加橡皮 ？No， 不是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枪，是，或者是可能有些人他用竹筷子去做一把枪，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代表过年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快乐，对你。过年会做的事情，过年会做嘅事情，係按容易快樂。當然，媽祖就講新年快樂，媽祖就按嚟講。姑蘇有意思就會嘛，嘅意思就會講，其實真的就是語意表達情境。
表达当时的意思，是，所以才会有老师刚刚说的不同的5要素啦，然后还有它的图像，对不对？那我刚刚还有一个那个例子，我想跟大家很快说一下，是，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手语，好，这个一般我们叫做不见了，唔见得，唔见得嘞，好，比如说来讲，哎呀，那30万元唔见得嘞，唔见得嘞，某种来讲，哎30万元来用在装潢，哎钱用太嘞30万，嘛用20数年，哎，给同样20数年，不过也用在不同的句子，它其实意思是不一样。哎的，所以乡亲朋友你想看哦，哎30万唔见得，唔见得嘞，唔见得这很严重，用太嘞，我用完了，哎用太嘞，30万是不一样的，它同样这个手语，不过句子不同，所以它口译就不一样。真的很有意思耶，老师，乡亲朋友还没有谈到非常很有意思，还有动个故事做在分享，你聊下，等下就再讲。今当歡迎就在繞牆道聽立芬欣賞來到兩篇，然後大家的分享修女，真的聽老師講故事覺得很有意思。其實有趣哈，所得分享的事情貼到哎，對，我們今天就只能挑重點跟大家講。其實簡單，我要跟大家複習一下，很有教育意義哦。T 它是一個獨立的語言，它就是語言。T 你講嘅係意思，講嘅係圖像，對，講的是形狀，對不對？你看一樣的動作，在不一樣的地方、不一樣的情境，幾個意思會冇共用，所以有時候會差別很大哦。是。老姑娘嘅時間嚟嘅，今日同大家講嘅老姑娘，其實你看以前你真的挺有意思哈。兩句我容易講咧，一重差8差，意思是什麼呢？一丈是10尺，是，對，可是它竟然差了8尺，所以差好多，對不對？先生，嗰時候也真嘅就會基本嘅講到數語就會按用嘅，你看到搭配先生嘅表情，你就會發現。如果沒有經過老師這樣解釋，你會發現，同樣的動作，不一樣的表情，不一樣的情境，意思天差地別。你看剛才廣告有沒有個前唔見體？同樣係唔見體嘅動作，唔講你係真嘅唔見體，也係你用體嘅，對，唔講佢嘅動作同樣，對吼，也就會見唔見嘅老姑娘兒，一重差8差。差遠了，差到嘞！按用黑米就有意思。老師，這有跟你這個很契合啦，哈。其實對，其實因為剛剛你也提到嘛，我們手語它其實是一個語義。對。不是很重要，把這個差很多，差多了。好，比如我們說這個是差。對，比如說本來應該在這裡，可是你差這麼多，差好遠哦。你如果那個好遠，差好多，你可以用你的表情。老師，等一下，我要這樣，差好遠，可以嗎？差好遠哦，差好遠哦。好，差沒有很遠，對，差一點點。可以這樣嗎，老師？當然可以。哦。太高一點，差一點點，差很多。當然，那個很多，你可以用另外一個，還要加表情。對，表情跟另外一個手語，比如我們會打這個手語，比如說，哇，看起來很明顯哦，眼睛好像哦。比如說我們哇，差的我看了就看得好明顯。老師，哇，老師，我覺得這真的是太有意思，好生動哦。對，手語它其實就是哇，好好玩哦。唔過講到鴉片，大家有發現冇？其實我翻譯唔係按簡單，大家都了解。其實你可以講當口譯員，那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領域，因為你會彈，而你會同步口譯、同步手譯，對，也是一樣的。所以老師你在翻譯的時候。因為是同步，所以你聽完之後，你要立刻同拼音講，按有個高長低度，會發現其實你是要翻得很簡潔是嗎？還是你要抓它的重點？其實我們是要扼要哦，其實是要抓到它的重點，它非常重要。比如說，它這一句話裡面，以催衝腰誒，係要表達乜嘅啊？跟唔清楚唔好留題，唔清楚一講出來，搭配咧。
从简单的副词给到中文的一些是用手语表达出来的。本来的手语里面就没安那些东西，而且奶油味吃到还有速度的问题。哎，速度就是你经常要练习嘛，你要勤加练习，你一定每天没事就要上网。我说没事就要上网，没事你就要看电视。看电视你可以跟时事结合。对，不过共同鸦片太卡被吃到，你看到形上有共同，你给它翻译。我们前一段是讲说，其实手语它是一个图像、语义、意思，我们解释了青豆。不过共同鸦片你会同步一周翻译给时间，其实太卡形上有讲你要简单扼要，对不对？不过简明扼要，简明扼要。拍摄不能简单，还简明，你清楚要表达完整。对，不过共识他要形上为什么说他们每天都要看电视，然后看天哦，然后要查资料。因为你们会面对的资讯是包罗万象，太多哎，太多哎。你跟平常是按用大追顾走的，你跟有时候你的翻译不一样的，对，它有可能是政治领域的，对不对？它有可能是科学领域的，科学、历史的，对不对？地理、理财、农业、经济，对，医疗。你不知道你要翻什么？对，因为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甚至都不一定看得懂。是，可是欣赏会唐也是，你还要用自己的就是那种语的意思把它出来。哇，老师怎么办？你们真的是，我们就要天天。所以你们不只是手艺，你们也是一个百科全书的感觉。就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涉猎，我们要去涉猎的很广。对，那。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明天那个主讲的人他会讲什么，真的，你真的不知道。对，因为常常会有人说，哎呀，嘿，Maggie 都得先把稿子本呐，你就看就按你翻之后，你不会把稿子给你的，他要讲什么，就他明天会讲，不说人家的根本也就爱准备好。你可能先，你做的准备嘅係針對田講你愛講嘅領域嘅時間，你先準備。如果有青島現創嘅東西，你就真係會靠現創嘅臨機反應，對不對？如果講到鴉片，大家有發現冇？時常說摸一嗨，其實我們什麼東西都在進步，對不對？其實會有很多新嘅詞啊。對不對？新詞，那節目一開始講到新冠肺炎就是新的詞，對，所以老師你們新的詞彙也是要一直不斷的更新。對，我們對於這個新的東西，我們一定要去了解它的語義，就說它到底在講什麼。是，像新冠肺炎。好它是一個新冠病毒產生的一個讓你的肺部生病的一個病毒。對，那我們知道那個東西。那其他的其實有很多很多，都是你必須要先去了解。老師，像口罩，我相信口罩天天在用，對不對？好，你看那個圖像，對，它就是遮在嘴巴的這一個方方的這個東西。那你戴上去以後，你把它掛在耳朵後面，所以它是對這樣子，然後把它掛在耳朵後面。對，那因為語言它用久了，其實會變化。對，像這個口罩，我就借這個機會，就我們一開始我們會說掛在這裡，然後耳朵掛在耳朵後面，給鬆緊帶要掛。可是實際上慢慢打久了，這個鬆緊帶就不見了。其實這樣子就已經代表戴口罩。說到這。大家會發現，我們同大家來講嘅係新嘅詞，唔過講實在話，你唔大家係新嘅詞，因為你還有商業有嘅青島嘅網絡語言，我們講說很潮的詞彙，外星語。對老師的挑戰也係青台，現場就有準備青島，也係有商業要用嘅。某天做看電視嘅鄉親朋友會知道，也係乜嘅新嘅語言，不過現場還是會遇到。會。老師，你要接受挑戰了嗎？我要來考老師了。那我要先喝一口水嗎？可以，我你先喝一口水。真的有一些緊張哎，要真的很有意思。這太難了，太難了。你在說教我，你在說教我。現場，我唔係請客廳，你看電視嘅鄉親朋友會請了解阿勇的意思。說實在的，我不怕大家笑我。我第一次看到亞基巴嘅時間，其實我看不懂哎。對，所以老師你想看，連我看嘅時間我都看唔是。黑公，你真的今天要不小心翻譯這個，你在說教我怎麼辦？對，老師，這你會嗎？這個其實他
当初他怎么会产生这个语义？我先了解，是对，我知道他在说的就是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好像你根本当我是空气呀，当我是塑胶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像这句话，我们当然跟塑胶没有关系。对，这句话不会有塑胶，就是比如说，我看你，比如说这个是眼睛，好，眼睛，然后把眼皮盖起来，这个就代表我不把你放在眼里，我看着你，可是我却把眼睛闭起来。你真的太过分了，对，你在塑胶我，你就这样子，好好玩哦。或者你可以说，眼睛看你是空空的，就不把你放在眼里啊，你根本就不在这里，是空气。你是个空气，我看你眼皮遮住，对，眼皮把它遮起来，好好玩哦。对呀，你看到这边就发现都是一致的，我们讲的就是它的意思，对，所以老师看到亚基巴要再回去回溯它的意思是什么。来，第一要进广告了，可是我要再来一个，老师随便抽都可以，可以随便来抽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太有意思了，这个好难哦。你不要旋转我，你 OK 好，其实这跟旋转也真的没有关系。对，好，就说这个是说你好像在糊弄我，好，我们就会这样子打，就说你在糊弄我，你糊弄我，对，糊弄我，或者你说你根本就好像有点顾左右而言他那种感觉，好像你讲不到重点，你根本就随便乱讲，可以讲这边讲那边讲这边讲，所以其实有很多，你看它用在什么地方。我今天跟老师这样聊天，我有个心得，我真给有在想法，黑嘛个，以后黑讲拄到按草嘅发嘅时间，我唔是讲，我就用笔嘅就好诶，你好买来就好，我好买来就好诶，太有意思了。还有青岛嘅故事都得讲哦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再嚟講。金老先生打嘴鼓后，我真的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觉得老师你真的好爱手语这个语言哦。里面有一个其实欣赏嘅故事清精彩，我说欣赏我听你嘅故事，欣赏讲哎呀，我嘅故事看书就好诶，有吗？係啊，看书就好诶，因为我同大家讲很多专业嘅东西，我就知道讲哦，好啦。走得啦，好来讲一下。不过呢，上一段节目我们有讲到，就会讲其实会发现同样的动作，不过其实放在某样的地方意思某样，不过也还是同样的一个词汇，可是它竟然动作会不一样。对，好复杂哦。这个就是手语它很奥妙的地方，它很有智慧。对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像人讲拒绝。对，拒绝人家是到底是我把人家拒绝了，我拒绝人家，还是我被人家拒绝了？其实手语是不一样的哦。比如我讲我按你大，比如说呀我希都呀不愿动的，我被人家拒绝了啊！真的，因为你看哦，我被挡住了，对我被挡住了，所以我被拒绝了。好，那如果说那个人家拒绝。就说比如说我拒绝人家，对我拒绝人家，我把人家挡在外面。哦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你要来是吗？在外面，我帮你挡住。对，那这个就那这个就像有点像碰钉子啊，我被人家挡住了，那这个是我挡住人家。所以你看哦。讲到目前为止，真的老师是一致的，真的就是语义是意思。里面还讲你真的会下思，就会拒绝掉两杂思。不过你看，我拒绝你，也是你拒绝我，就我被拒绝了，我拒绝你，对，对不对？还有动作宽松，我讲宽松，好宽松，你是衣服宽松，还是这个条件很宽松？暗地，衣服宽松，很宽松，要穿一伞衣，要伞夫照个呀 ，no 不安呢，好宽哦，衣服太大件了，对，那个裤腰带，对，我也按呢太大件了，我也按呢挺筒，宽松，该讲来讲，哎呀，这个条件
我们不要这么严格，我们放宽松一点。对，哎，像我们最近那个防疫，对，不是有一些纾困，是，哎呀，放宽松一点啦。哦，是说不要这么严格。哎，所以它同样都是宽松，但是放的地方不一样，你用的手语其实就不一样。真的，老师，我一直很喜欢下雨，你可以比一下吗？下雨啊，下雨。好简单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简单。落雨啊，他讲你落太雨嘛，落太雨，落太雨。我真的觉得太奥妙。对你那个大就要在你的表情，老师跟你的手下超大雨，超大雨啊！我的椅子都动了。刮风、台风，比如说逢，好逢，开逢，台风。表情就不一样。老师，我觉得这跟小朋友说故事也好棒。是啊，这个真的就是很有趣，真的哇！泰雅给不你轻松收获很大，因为矮吃豆矮这么严肃，童老师大追顾，可是也变得好像在玩游戏，因为我觉得太有意思了。对，因为对它就是其实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图像，是图像，风吹。对，泰雅跟英文黑图像记忆法比较容易记英文单字，矮吃豆手语没黑图像记忆法，还有真的有轻抖做的分享，我们根本唔会松口。可以分享，不过更多呀，其实老师你手语有40年、40年的经验咩？差不多。哇！而且老师是轻休上的时间，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开始？因为公司在给粮食给他年推，可是这是相对保守的。对，而且泰干也对手语这2个字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，而且会有错误的认知。对，所以老师那时候怎么会开启？其实我也是偶然的机会，对，我就带一群小朋友，那个小朋友就是启聪学校的学生啊，其实他们已经高中了。那因为我带着他们这个营队，那我这好几天的时间，我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，其实就发现他们在打手语的时候，我是一个话外之民，我根本就不懂他们在讲什么。对，我就觉得说好啊，你在霸凌我。当然这是玩笑，对，但是他们一直在讲，可是他不告诉我他在讲什么，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决心，想要把这个手语要学好，对，所以当然呀，营队结束过后，就同家的就当然就向下撩啊，搞得懂欢喜呀，咁慢慢的应该就同家的好动到。因为家他冇嘛个课堂可以去上，是什么上手语课啊什么的，冇按那地方。嗰時候我做同家當然同家就開，你就學會嘅，就學俾家見大家叫，我學會嘅。個因為我學會嘅咩，家一條同學家裡面，迄個有發生乜嘅事情，仲有爸爸媽媽對佢有誤會啊，乜嘅，一就做很愛心，天數幫他翻譯，好有意思。那經過好幾次，一次的安尼經驗，我就想講。好家伙，一定要把它學會。對，一聽學會了，過後佢哋就帶我去認識嘅史文漢史老師，就種下了這種子，一路走到了今天，到現在。其實公司在發根本一出題同大家來分享手語的專業，大家有一個較多嘅了解，其實很較重要係一個觀念。大家會理哦，手語。它真的就是一个独立的语言。是，泰卡不要觉得你要英文，你要西班牙语，就会觉得说，哎呦，你去学一个什么第2外语，学语手语好像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。其实唔係，其實一種理念。或者說，基本同泰卡講，其實手語泰卡以前會有個誤解，它跟愛心無關。當然，它其實是一個很專業的，對，它就是一個語言。你去從事這個翻譯工作，我去從事手語翻譯工作，或是我去從事什麼工作，其實都一樣。對，全部同樣。冇乜嘅愛心。那特別咗唐人講啊，哎呀，唔會手語，哎呀，你懂得愛心。其實手語會手語，它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一件事。不過泰卡唔會講，哎，你去學英文哦，你好有愛心。唔會咩？其實係共用嘅。所以我。懂希望泰雅是同手語當做一個很特別的什麼語言，或是什麼義工啊，什麼志工啊，其實唔係，它就是一個平常的一份工作。是，那我把這件工作我把它做好，對，做到最完美。對，我想也係
我的自己的一个使命。对，不过哈，真嘅哈，跟现场会按讲，其实你黑讲有看现场嘅主要同现场大追顾会敌，其实给14年按喊沟了，真的是将这个专业让大家来认识。所以像老师也是像在大学里面课堂里面，老师也是算是手艺的先锋。是。对，大家有看到26年提青头嘅像喺辩论会有冇政见发表会，大家有发言，今年又按用嘅手艺，也是老现场喺先锋，其中。自己主动出击，对，有暗涌给父母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这是权益。头拜慢音会看到手语翻译，连手语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。对，而且共识采访亚看天时候，其实资讯已经好多了，没有下面一排字，右边一排字，跑马，左边一排字，但是现在还要再开一个框让手语老师，可是这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服务更多的人，对，所以给不一压。请老师来到这边，其实也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。最后很开心。对啊，我也很开心，而且觉得好像有好多东西可以再跟大家分享。是，不够更多鸦片。其实，老师，我们想要问一下老师，就是如果说真的，像有天师给前面有朋友想要学，你有没有该建议吗？呀好，不要等，对，不要等，赶快去。是，有地方可以报名，你就去报名，赶快学。对，觉得你把它就是你的第2。对，第3、第4都没有关系。第4的外语，你学会以后，当然就说它当然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其实打手语你很少看到有这样子，是这个叫做，我们把这个叫做就说平常我们说老人有失智症啊，其实打了手语以后，你就不会脑袋退化。太棒了，对，你就不会失智。对，其实打手语很有趣，真的对身体其实也有帮助。对，不过欣赏其实欣赏给座右铭就2个哦，赶快。然后呢，勤勉，对，一定要勤练习，勤练习。所以今天不练习真的就没有办法。谢谢老师，今日欣赏嚟到亚边，用有机会接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好啊，谢谢老师。按字 C， 按字 C， 耶，按字 C， 按字 C， 要按字 C， 按字 C。天天好来做乜嘅？做认同了。